办平均美食被学生诶，有一代呢系因为单亲教推教育，也算新出名也得原因，变做可能讲弱势的族群。安尼嘅情形，提高草地嘅小好教特别多，因为几多路卡家长可能冇办法，佮冇时间来囤细人嘅听书功课，故说也细人嘅功课，书本人可能也个容易冇自信。小好教针对安尼嘅学生诶，提出各种嘅救出克服方案，以为也结合社区特色，听书也群学生嘅发展多元兴趣，珍贵自家嘅价值。下课咧，美浓其中关系嘅图书馆来咧参加科普嘅学生，根據一般係對新住民家庭來講，阿爸長時間同母輩做事，國家阿妹文化語言冇強權，所以考教就係負擔國家到家庭教育嘅功能。雖然對民國96年起始，教育部是停止新住民學童科普嘅補助，但是考教仍然係自家請6萬嘅經費來納新生嘅鐘點費，希望學生下課了後能有教育擴充起。今年呢也個需要加強，也考入嚇。別人規天到田都俾見了啊！嗬，唔當留來學講，人哋搶先生就開始教。因為從南投嘅南公學校，一片四區嘅學生度，單親教育教育嘅學童是這樣嘅思想。學校除咗加強同家庭嘅聯絡，本件聽書之外，並同社區合作，強化分擔照顧弱勢學生嘅責任。全年阿公阿婆攏較唔識書嘛，嗬，對細人嘅作業方面都較無法度好交給到啊，所以就社區嘅義工媽媽都想講，無太家都看用輪嘅嗬，當做係安尼一家細人嘅安尼來照顧佢哋安尼啦。照教育部嘅統計，今年150萬嘅小學生度，報數估計起碼有16萬人家庭係低收、中低收入戶，其中一度未係單親同家庭教育嘅家庭。呢種情形同外國嘅鄉鎮更加嚴重，因為經濟嘅困難，國家家庭成員以窮弱勢嘅身份，喺青少年直接受到特別嘅對待。所以，我完全平等嘅對大家學童，未係外國學校特別用心嘅部分。以比較平常、比較普遍化的態度，讓他不會覺得他是一個特異分子，讓他能夠自己的。主要是建立他自己的肯定。一些外配的媽媽，甚至於他可能家裡的經濟來源是他，可是他有空，他還是會來到學校幫忙。這些都可以讓孩子也看到，我的家庭，我的家庭也一起來在投入學校的一些事情上面。我覺得這對孩子或是對他的家庭來說都是有幫助的。社福團體們認為，學生應該鼓勵學生發展各種強權經濟，建立學童嘅自信。像係國新南公社區，有小學生組成嘅整蠱區，從彩頭地方表演得到大家懊惱。因為新住民家庭比例偏高嘅新北市3至龍山地區，龍山國小係利用當地太區嘅加倍筍發展特色藝術課程，讓學生在認識在地特色嘅同時，每天數用心嘅細膩，肯定自家價值，空間歡喜嘅心中。今日新聞綜合報道。繼續來看。